这一户隔代教养的家庭，因为后生伫前年过生，伊的外籍太太也无回来找无人，厝内底只剩无趁食能力的祖孙5人相依为命，住的环境不仅黑黑暗暗，也因为身体歹，生活自理功能不足，房屋内底脏乱不堪。市员林美燕自知影因的状况了后，特别前来关心，希望会当为因提供帮助。若好做加破碎去，我会做感觉我足艰苦的。阿妈，你毋好搁伤心嘛吼，互大家搭下手吼。啊，但是你定要配合无，因为吼，第一个就是要先整理你内底物件。一对老夫妻，就阿公跟阿嬷带了3个孙子孙女哈，最大的是国中生，然后还有国小的小朋友。那当然，长期以来我们社会都给他一些温暖呐哈。可是我认为说这个案子哈，它绝对不是只是金钱的协助跟物质的协助啦哈。因为我们现场等一下看一下哈，现况屋内的现况真的是很糟啦。所以在这个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，可能就是会影响小朋友的发育，包括2位老人家的身体状况。所以我们希望说从环境的改善做最根本的一个协助啦，所以今天也请了劳工局的修缮团哈，还有社会局来到现场。议员除了亲身来现场关心，并媒合公司部门，其中社会局将会协助环境清洁、整理家园以及地站安置。劳工局将会透过咱市各工会所组成的绿色房屋修缮团队，协助空间改善。今天我针对这个修缮案的服务哈，我有跟我们木工还有电器哈，我们先来现场查看哈。那大概的情况就是说，针对1楼的部分要油漆的哈，那包括那个卫浴哈要改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哈。那2楼的部分目前也是油漆，那我们会再跟我们的各工会商讨，看到怎么来规划哈，尽量把它完成这样子。除了市府的协助，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李淑玲也代表全体理干事送上慰问金，表达关怀。林美燕表示，在身心人士通力合作之下，一定会让阿公阿嬷以及囡仔有一个舒适安心的住的环境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